因为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咱今仔日有特别咱遮的伫90年代啦吼，90年代20几年前，咱原来青少年现在拢是已经是社青，也是已经拢是伫社会有真好的成就。咱遮的早前的青少年的成员，咱透过今仔日这个时间吼，招因来搁一遍组织，用这个团队来服侍、敬拜赞美，甲咱遮的献诗，互因搁去感受到20几年前，咱教会差不多是第2代青少年吼，迄款诶教会的气氛啦吼，愿主赐福因，互因伫现在拢伫教会无共款的岗位咧服侍吼，无搁再亲像早前一个团体，毋过因拢有注美好的祝福。事实咱遮的前的青少年，现在有大部分拢是伫外地啦，出外吼，到伫外地伫工作生活吼，有一部分是咱留伫咱的教会，咱真感谢，真珍惜。咱求主继续带领因伫家己的工作、事业、家庭，会通得到祝福。望讲咱教会也是一代一代，无共款的时阵，拢有上帝美好的带领，拢兴起新的一代主的门徒，兴起新的领导者、新的领袖。咱要来分享主的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听甲保守伫阮众人的中间，互阮做伙学习你的话，也会当清楚主你互阮的呼召，互阮行伫上帝恩典的道路。主，愿你通过圣经的话语来帮助阮来学习你的教示。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刷接这个标杆人生内面一个要紧特别结束的这个主题，叫做普世心、福音情。这两项是咱这个课程的内面真重要一个特别结束进前吼。所领受到一个主的呼召甲心意，普世心就是咱爱成做一个有普世观、有一个世界观的基督徒，一个欢喜往普世传福音的基督徒。第二是咱爱持续到迄个传福音的热情，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岗位、伫咱所领受到的恩典。所以，伫旧约诗篇67篇1节到40就已经。伫遐诗人伫迄个所在，真清楚来印证，也是讲清楚的祈祷。伫迄个所在讲，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以用仁慈款待阮。上帝怜悯咱安怎？讲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啦，万国捌你的救恩。所以，从诗篇的时代，早前迄个时代呢，对全世界理解也毋是介清楚。诗篇的时代。但是已经有一个全世界的观念讲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万国捌你的救恩。兄弟姊妹，从诗篇的时代，诗人的祈祷就已经有这个普世的观念，所以那个祈祷讲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世间人是无分彼此，无分白人、黑人，无分亚洲，也是非洲，也是南美洲，拢无分，就是万人。那愿万国快乐，手竿欢喜，因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引带世上万国。迄个时代交通无方便，迄个时代人彼此民族中间的交流嘛真少，也毋过诗人就已经将这个。上帝旨意放伫这个祈祷内面，这个学老的内面。到伫主耶稣要离开学生的时阵，伫这个马可福音就记载着耶稣对学生的一个宣告，也是耶稣互学生的一个使命。马可福音16章的15节到18节讲，耶稣甲因讲：恁着去全世界对所有被造的宣扬福音。耶稣对学生讲：恁着爱全世界哦。而且对被造的，就是所有的人类，然后信来领受洗礼的人会得到救，唔信的人会受定罪。也所以阵个赏赐因一个官兵，也是讲赏赐因一个属灵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
但信的人会惊下面者的信者，因会奉我的名赶鬼，因会讲新的语言，因掠蛇还是啉毒嘛袂受伤害，因甲病人还手，病人就得到医好。这个信者有一段时间伫欧洲理性主义的时代。意思是讲，当人的历史文化咧进展的中间，有人甲伊讲：“哎哟，即款信者，安尼，这可能是耶稣的门徒才有咧做啦，以后就无啊。”啊，事实经过历史的演变，真侪人，这个信者还有搁伫逐个所在传福音的场合，还有继续咧进行中。啊，这是咱一个对主领受到的信心。有时可能是一个宣告，一个较艺术上的宣告，但是有的教会、有的所在要继续在行这款的信者，因为这是耶稣亲自所应允的，圣神亲自所感动的。但遐尼7月，咱到这礼拜，咱42章的这个标杆人生已经要完成啊！唔知你安尼有迄个时间啊，会当照期间一礼拜2章啊，读到即阵读有了无？若是你有读完成，实在是要甲你恭喜，因为这伫咱这无用的时代，实在是真无简单啦吼，真无简单。当然有的是伫小组内面有咧讨论，有的人是大摇咧看，啊，有的人通过牧师的讲道，搁做一寡提醒。啊，咱目的无毋是讲，咱家己有家己的理解。有家己的领受，因为这个不是只干那知识那点，是要互你伫生活中完全去体会到上帝所互你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啊，所以我毋茫讲啊，咱虽然读了啊，改成亲像学生囡仔毕业啊，啊，就册放的，毋是，这是咱生活上咧运用的，吼，伫你的信仰生活一直咧运用的。啊，咱这礼拜、这个月所进行的，就是这个宣告人生。咱顶礼拜因有讲过，啊，咱就无重复吼。啊，他伫即礼拜的分享的中间，特别来通过这2-3个主题啦，就是啥啊？咱来做一个有普世心志的基督徒。以早啊，咱台湾也是讲世界，因为交通的关系，大家人真矮啦吼。啊，有时过另外一个山头，就感觉足远啊。所以咱台湾呢，有真侪原住民会族啊。过一粒山都无共作啊！而且话阁无啥会通，无啥会通。啊，所以以前呢，咱的政府嘛无足认真去研究。所以想讲啊，咱台湾都高足吼，啊，咱的九族文化阵就是安尼好来。毋过好到即阵呢，慢慢这原住民的意识较强哦。伊就讲无呢，阮甲恁即种无共话语呢，无共腔口呢，啊，所以慢慢佫分啊，阵已经16族啊。啊，若佫加上咱现在这个北部族，哇，咱台湾实在是足丰富的多样性的民族就对啦。啊，所以较早就是因为你无咧交流，啊，所以讲的话就腔口无共款啊。过一个山岭，过一条溪，大家就无咧往来。但是即马时代无共款，地球村已经出来啊。啊，所以当咱在想到这款事的时阵，咱嘛能看见到耶稣迄个时代。耶稣伊所互咱迄个属灵的指示何等，无时代无退时代潮流就对啦。顶礼拜咱有讲起到耶稣爱伊的学生去传福音，就是即款的范围。伊讲对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城市社区；到犹太全地，就是国家；过来就是撒玛利亚，就是甲你的文化较近的这地区；过来就是到地极普天的万民，就是异文化。耶稣伫2000年前的宣告，到今仔日已经慢慢在实现啦。所以，咱基督徒有领受到这福音，但毋通假设讲啊，我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到台南中会其中一间富强教会那定，毋是，你才有一个普世的心志啦。啊，所以慢慢咱咧开始调整，咱成做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是用对自我中心的思想改变做，也会当关心着别人。做中心的思想，以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的需要。我这2日呢，也有看见咱的这个群组内底有咧带到，讲咱教会一位龚医师啦吼，龚医师啊，硕文医师呢，伊这几年拢参与着这个医疗团队，
医疗团队的即个团队，啊去到南亚吼，去到南亚，有的是去尼泊尔，有的是去即届去孟加拉，照着伊牙科的即个专业，去帮助遐的弱势，是庄脚有的所在根本无医生的所在，现在已经出发啦。咱伫群群组内底讲咧推祈祷，因为迄种所在交通无好势，气候嘛无好，搁咱卫生逐项拢无好势，欢喜要参与，这是咱教会有兄弟家己本身就咧参与这方面的学习，就是欢喜将家己有的分互别人。所以兄弟姊妹，咱即款的观念开始伫教会中间建立了后，有人会想讲咱家己都顾袂了，要顾别人，毋是咧。常常是因为我有看到别人的需要，我家己才会成长。咱嘛定定讲一句政治的话讲即个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有无？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因为你外面有咧努力，你内部就会进步啦。你为着要帮助别人，你家己也用起来。事实就是咱幸福小组内底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因为我要甲人传福音，我家己也做运动，我家己受操练。所以第二项是啥物呢？就是对区域性的想法转做全球性的想法。较早咱就这区就好啊，即嘛毋是全世界性的。咱真侪人知影，有一个出名的即个作家叫做汤马斯·弗里曼，伊2005年时出版一本册叫做《地球是病》。地球是病，伊就是伫迄个时代，你看10几年前就已经讲起着地球村的观念就对啦。因为全世界透过通讯、透过网络、透过交通的快速、透过整个3C的进步伫经济、伫政治、伫军事、伫宗教，甚至是卫生、观光，拢完全拢拍破迄个国家的界限就对啦。所以这是为何咱台湾这边安尼足紧张的，讲因为中国有迄个非洲猪瘟对不对？非洲猪瘟伊遐个病毒，敢会讲台湾甲中国无共位、无共所在，非洲猪瘟袂啦。世界防疫无咧分济，所以即嘛越南嘛沦陷北韩嘛沦陷咱台湾惊甲逐摆迄个飞机若到，所有对遮个所在来行李拢爱检查甲足详细。所以即边遐咧鼻味迄狗足忝的，忝啊讲倒到迄个涂骹咧休困，伊伤忝安尼啦。即嘛非洲猪瘟还袂处理好，即嘛佫加一个什么佫加一种新的糖来即么这风飞来飞伫咱遮来啦，哇，超成真从来所以这会使讲一个全球性，咱这是一个负面的。若是咱看到讲，你无可能国家我家己好就好，你别人无好所以这个弗里曼伊所写的册，迄个时代是咧讲，你做生意也好，你军事政治拢无法当个，干那放伫你家己个人啦。这出名的这个作家伊后来佫写几本册啦所以有真侪提醒整个一个世界观所以有人就甲用这个图讲，咱地球是变的就对啦真侪趣味的理论伫遐咧讲，但是伊的意思是讲，咱真正传福音无搁再限伫咱家己的家内，就亲如耶稣所讲的，对这个耶路撒冷直到普世，所以到普世传福音无搁再是一个无实际困难的生活。首先呢，咱台湾的这个教会呢，伫暑假真开始真侪青年底选队拢开始组起来，开始安尼陆陆续续一队咧出去到第三世界，去南亚，去甚至到迄个中亚的所在，迄种回教徒的所在，因要传福音。伫我的时代，我新学生的时代阮敢若会当去倒去原住民的部落传福音啦，就感觉足无简单因为迄阵交通经济拢无好。即马咱的青年辈一个出去就是去外国，咱
教会吼，咱的这个硕龙长老的后生吼，瑞平呢，伊拄啊对新人伊毕业，啊，伊暑假吼还未派进前，人伊嘛要组一队去韩国底选就对啦吼。所以这底选队所变成一个青年人，伊操练世界观，也是去看见一人的需要，啊，嘛顾家己，嘛顾别人的需要，这款的观念啊，拢开始咧产生啊。所以台湾是一个足活动的国家呢。啊，咱较早19世纪是英国人、加拿大人传福音给咱，今仔日换咱要传福音给别人。啊，所以后礼拜咱有讲起到一个王乃正牧师呢，啊，要来咱中间讲起伊是安怎走去到非洲的布吉纳法索，伫迄个所在讲法语的所在传福音。啊，这拢是咱学习的所在。啊，当然第三，过来就是讲世间人检测会当拒绝咱的听的信息，有人会拒绝，但是咱无法通抵挡咱退因祈祷。意思是，咱咧传咧有人听拢听，伊就无会插你咧。但是吼，伊无法通拒绝咱退因祈祷啦。咱真侪会友带亲人来信主，毋是吼喊声就有效咧，是一直退因祈祷的。伊都毋来，啊，我都退因祈祷啊，祈祷了，讲换伊感动要来。啊，就是即款的祈祷是一直伫咱的传福音的心理内底。我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嘛，感觉真感动，就是讲伫意大利咱遮足出名的乌手党的故乡，就是西西里岛。啊，这西西里岛呢，因后来啊，佫有出电影叫做《教父》吼，这出电影拍甲非常的出名就对啦。啊，所以大家印象足深，就是乌手党，就是全世界吼上出名的乌道的组织，啊是对迄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出来。但是呢，这意大利的教会竟然讲吼，阮就是要勇敢用祈祷甲讲道来对抗乌手党。因为乌手党用政府的办法都无法哩啊，因为乌白两道哦拢难做伙啊。啊，政府官员拢互伊买收去啊！你要哪甲消毒？教会讲要用祈祷，直到因消息为止。啊，这表示什么？虽然这是一个安尼足强势乌道的溃烂，毋过教会永远要为着因祈祷。啊，这是西西里岛的迄个所在吼。啊，讲乌手党已经存在150年啊啦。啊，有真侪方面，互意大利的人民带来真痛苦甲压力。嘛，互社会经济发展真大的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教会无放弃哦。因讲因要为着因祈祷，相信圣神有一天会亲自伫因的身上来动工。啊，看起来是讲好亲像用鸡卵咧弄石头啦吼。啊，这敢做了有路用，但是因就是无放弃。我记得进前牧师嘛，我分享过，有真多城市，因为透过一阵信徒，因家己无放弃，为着城市守望祈祷，这个城市犯罪率低啦，这个城市迄个垃圾啊，遐个侪人甲人中间的冷漠就消除啊，圣神的开力超过咱所会当想的。然后，佫一项就是咱这个世界观的第三项，就是对即时的处事处地的想法转做永恒的想法。咱毋通想讲啊，这个时阵定定是一个永恒的想法啊，所以咱的亲人朋友信主，你毋通想讲现在有得到无得到，迄款的观念是真正要互伊得到永恒的救恩啦吼。所以咱知影讲，咱人伫拄着人生的界限到的时阵，咱无法度带走任何物件。但是圣经讲，你让借着投资迄个往天国去的人，咱大先投资就对了。咱人有法度人为着未来来做投资，就是咱永恒伫天国。啊，这个嘛是咱为着亲人的大道甲祝福，一个足重要的一项事安尼。然后，咱佫都爱改变观念，就是想出各种的借口。啊，讲无法度啦，啊，我真无用啦，吼，啊，我毋敢讲话啦，啊，我一人信主吼，家己足歹势、足见笑的啦，反正足侪理由借口，改变做啥物？想出有创意的方法来完成使命。
改变观念，改变想法。有时你可能对家己的亲人啊讲传福音的代志，要讲惊的信主的代志，伊随时甲你摆贴啦咧。但是你问安尼就放弃啊，讲啊安尼无效，因讲几啊百遍啊，愈讲愈臭生气啊。你开始想讲，我用什么方法会当互伊改变？我用祈祷，用各方面的思想。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真侪人用无共款的创意甲方法，互人归主呢。所以咱也是最近这2档，咱咧推动幸福小组，就是一个新的创意啊，啊，咱要完成使命。有时可能咱家己的亲人因带困难，别人讲就有效咧，别人讲就有效。所以大使命，耶稣讲的大使命，就是咱的使命。所以咱伫思想的顶面，要有做世界级、有普世心的基督徒。意思是咱家己的观念，知影讲对耶路撒冷，对我上近的亲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呼召。但是我嘛有迄个对国外传福音，有时可能我人袂当亲自出去，但是我有法度人参与奉献、参与祈祷、参与伫这个方面诶，这个内勤的事工。所以基督徒有迄个世界观，这是咱真重要的一项事。过来是啥物呢？过来就是咱爱会晓分享出家己的信息。这信息是你个人的，你足独特的，无人有的，你都要开始整理。最近咱有咧讲，咱伫这个文道训练中间，拢会鼓励这学员吼写一篇你家己得救的见证，写你家己见证的故事。我也知影讲，最近的咱的上年番茄吼啊，真侪摆聚会，拢会鼓励这同工出来讲见证。啊，咱就是要鼓励讲见证，毋是一个困难的代志。啊，而且呢，时时定定有见证。因为你平常时无咧甲注意，毋知影讲这是上帝祝福甲恩典。当你有迄个意识的时阵，你会发觉啊，今仔日我有得到什么款的恩典？敢若一个细项的事，嘛敢讲这是恩典。啊，所以你的故事就坐起来啊。啊，你若家己有这个概念，你就随时去家己注意安尼就对。啊，所以你的人生的信息，大概有这个部分啦吼。讲上帝赐予你一个人生的信息，你爱甲人分享。头一个就是你的见证，你的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你甲主建立关系的经过。你甲上帝安怎结连？较早可能你安尼无领无收，可能较早吼对基督教吼足排斥的。可能较早，你人安怎甲你招，你就无想要来。但是后来招到什么款的关系？上帝甲你建立关系，这是上好的故事，会使讲互别人听。咱真侪会友这方面的故事真侪，啊，咱嘛写做见证集。我希望咱大家爱准备，随时有机会通讲。咱的这个幸福小组内面吼，逐摆聚会吼，有一个上精彩的部分就是见证，因为迄个现身说法吼，比你讲遮侪道理较要紧。所以兄弟姊妹，你家己有见证无？这个见证会吸引人无？这个见证会感动人无？就亲像你咧推销一个产品，你家己工厂出的产品，你家己的公司的这个产品，你有人讲出，互人感觉讲啊，这个物件我无用足无彩，我无买足无彩，你有这款的信心无？你的信仰有法度通成做一个好的商品来见证互别人无？所以你的人生的信息，就是包括你的见证，你分享生命的故事，会当建立一个关系的桥梁。特别咱讲见证，常常有一个情形，就是讲我较早都安尼足软正，我有拄着遮侪艰难，但是主互我重新爬起来。所以当你家己讲出家己软弱的时阵呢，真侪人的心就柔软，知影讲你会讲你出家己的弱点，你有家己的失败，你有家己的破碎，竟然你欢喜分享给我听，就是一个真好的人格的交流。那安尼，甲人就容易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也因为安尼，互耶稣对你的心行入去到伊的心，所以见证伊的官兵甲开力，都是伫这个所在。所以嘛，邀请咱大家，毋是干那咱的这个文道训练文道学校的学生啦，听，大家人拢有机会写见证。特别你若写起来，你会感觉内容愈来愈深，内容愈来愈成熟安尼。那过来就是你人生的功课，你人生的功课。
上帝教你有甚物款人生的体会？咱有真侪兄弟伫家己的各行各业有真好的成就，你有甚物人生的体会？这个也是真好的故事啊！咱各行各业，咱无共款的经历，拢是遮美好的故事。所以你的人生信息，包括你人生的功课啦，吼，对经验中来学习，固然有智慧，但是你若对别人的智慧中来学习，更较有智慧。咱定下讲一句话，讲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什么意思呢？咱前面的人，伊已经铺了一条真好的道路，咱徛伫伊的肩胛头顶，在看就继续远。你若搁顶头拍，就困难啊！啊，所以有真侪。遐个行业呢，较早师傅吼，慢慢要失传啊，所以足侪人赶紧要去甲学习看要安怎来，互伊会当将即个祖先留落来的经验会当得到传承。特别是吼，咱有真侪传统的行业啦，传统的行业，啊，咱看去有一寡迄个广告吼，广告拢讲起着，咱台湾有一寡真特殊的行业，爱甲伊拍片起来，啊，咧讲起着因安怎拍拼流汗安尼。我即两日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讲咧做毛笔的吼，咱的进河技术嘛是做笔的专家吼。原来咱台南吼，就是做毛笔的一个原乡啦。讲听讲较早对长山来的师傅吼，啊，因对安平港上岸了，就近伫咱附近的庄社，啊，开始来做迄个。毛笔吼，咱写毛笔迄款的事业，啊，所以伫安定啦，啊，伫迄个较北边遮的乡社吼，拢是较早做毛笔的一个大的工厂，拢伫迄个所在。啊，因就是咧讲啊，即马吼拢无人咧写毛笔啊，所以慢慢啊，迄个功夫拢失去啊。啊，迄个师傅中，伊安怎去捡遐个？门吼，迄个有一个天竺鼠的门，啊来安那甲整理，啊然后甲绑做一个迄个笔，啊，互伊会尖会水，哇，足侪功夫。啊，迄个师傅伊讲一句话，伊讲吼，我无叫阮囝去读偌悬的册，也是讲吼，伊都毋是无啥物歹习惯啊，所以毋免趁伤侪钱袂要紧，吼，啊，就好好做这个因为几啊代的毛笔的工作。啊，所以因就是要传承啊，传承遐经验啊，对别人学习到的，比对家己去摸索更加要紧。所以咧讲人生的功课咧，有时毋是干那家己去失败，再搁学来经验代价伤大。有真侪咱的长辈，有真侪好诶先进的人，甲咱分享，迄实是足宝贵。啊，这个故事拢是你分享给别人啊，特别是信仰的故事啊，人生的故事。过来。是新生的热情啦，吼！新生的热情，你上关心上帝加来的事，拢是你传福音的上好的事。你伫教会内底有得到甚物款美好的感受？啊，你服侍有甚物快乐的事，拢会当分享互人知。啊，所以上帝互大人无共款的热情，啊，互你通完成这个事。咱教会真侪兄弟姊妹真够招呼，啊，所以有真侪外口。新的朋友来吼，讲谁会留伫咱富强教会，就是有一群会友吼，啊充满着笑容，充满着热情，互人来袂感觉讲，哎哟，我甲你也无咧交叉啊，你的代志也无咧相找，是欢迎欢喜。啊，特别因咱教会礼拜伫4楼吼，有诶行楼梯，有诶坐电梯，大家拢行足近啊，对毋对？啊，你若安尼冷漠无表情哦，足奇怪。咱有时若去大楼吼。人个办公大楼啊，也是去病院要探访，啊边仔人哦，徛伫你边仔你也无声，要甲伊讲话你也毋听，啊毋讲你感觉怪怪，徛伫你面头前安尼。咱的教会袂，咱的教会充满着温暖甲热情，啊这热情会带来人的改变，啊所以有真侪人感觉讲来富强教会聚会，啊足心情足轻松，这是咱一个特色啦吼，嘛是咱的文化。佮第一项就是讲，你得救的好消息。人生的事包括好消息，你宣教的工场就是你的四周围啦。真侪人因为你的好所行，你的好模范，和你的同事、同学、你的厝边，甚至你的家人、家内的人，会当得到这个得救的好消息。最后一项要甲咱分享的是讲，咱
就是伫咱的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咱要有一个平衡的生命。平衡的生命就是讲，咱这5项的人生拢爱平平有啦。啊，咱对第一个月读到现在，咱这5项的人生，伫咱楼骹的大旗条拢有互你看到。吼，生活的平衡是啥物呢？就是讲，你会当搁较有长久的迄个属灵的生命。啊，所以咱伫读这课程到最后，有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讲，咱爱伫主耶稣基督的大诫命甲大使命的中间，拢做伙承接，拢做伙领受。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大诫命甲大使命的迄个内容的内面，会当互咱去整理出什么呢？事实就是咱一半钟来所咧学习的这5项，意思是咱想出这5项的这个目标，唔是随随便便想到啊妄做的，是耶稣基督这2项大诫命甲大使命内底的文字内底所精炼出来这5项。啊，这5项到底是什么呢？咱能看见讲标杆人生这5个人生的导向，就是甲大诫命甲大使命有结连哦。吼，唔是凊彩想的，是真正照耶稣的教示来做的。咱来学习一个耶稣大诫命，就是咱的新的诫命就对啦吼。咱定来读，啊，咱以早咱的传统的礼拜天书拢有一个信仰告白对无？咱拢会请兄弟现圣诗的头几页啊来读安尼吼。所以牧师嘛咧想讲，咱的台语礼拜呢，唔是只干那念祈祷文啊，定望咱嘛会当有使徒圣经，嘛会当有耶稣基督新的诫命就对啦。啊，这段经节是记载伫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讲，伊甲伊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这是第一条诫，对无？第一个大诫命，第二个大诫命讲，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2条诫是专法甲先知的总拳头。好，啊，遮咱拢定咧背，啊背到底这个大诫命对伫咱这五大目标有甚物款的结连呢？啊，咱就是要甲伊念做伙，互你知影讲，我往这个目标来拍拼，唔是随随便便想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交代。你看，马头的22章开始讲，伊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就是咱的敬拜人生。你爱尽心尽力听主，这就是咱敬拜上帝，这是第一个诫命。第二个诫命呢，就是咧讲起着，这个诫是大，也是头一个39节讲，第二个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听主比亲像家己，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啦，就是引带人来成做门徒，来侍奉别人，吼，来帮助别人，互人得到利益。啊，这2条诫是专门甲先知的总拳头，所以咱对大诫命就是有这2项啊，吼，这2项标杆人生的这个使命啊。过来第2部分就是耶稣的大使命，伫耶稣要上天进前，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耶稣讲。所以，恁着去招办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咧，到世间的落尾。若是安尼，这个内容，另外就是包含伫咱5大目标内底其中的3项。头前咱已经讲2项啊嘛，敬拜人生甲侍奉人生。啊，这个经节会当做一个结论，就是讲。第3个，你着去招办百姓来做学生，这是什么？就是咱现在咧讲的第5项宣教的人生，宣教人生。然后教因行洗礼，就是团契人生。因为行洗礼就是讲做基督徒嘛，讲做伫教会内底。所以咱伫第2课第2单元的时是咧讲，咱这个团契，咱的小组，咱兄弟姊妹这个组织，就是团契人生，就是教因行洗礼啊。啊，所以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啊，然后既然我所命令恁的，讲什么？着教是因守，爱有教，爱有指导，所以咱教会就是推动门徒训练，啊，这叫做成长人生，吼，成长人生。啊，咱最近除了门徒训练课程，啊，咱这标杆人生嘛要读要结束啊，啊，过来咱就是要过来操练这个
幸福小组内面各种的技巧各方面的这个训练就对了。咱现在咱嘛是伫第一场礼拜甲第二场礼拜中间拢有迄个查经班。现在咱咧讲台语，咱的这个台语礼拜对吧？咱有国语的查经班，因为遐个参加国语查经班的兄弟，小等要来参加咱的第二场礼拜。咱现在咧参加第一场礼拜的兄弟呢，礼拜煞还佫早10点半那定，我来去参加台语查经班，互你通一面也有听到道理，一面佫有研究圣经，然后煞了，咱做伙食中昼。这就是咱一个欢喜，讲教是因手啦。耶稣讲，都爱教是因手哦，毋是讲他知哪定是爱手，手就是爱进行嘛，爱做嘛。这个是成长人生。讲过我日甲恁伫咧到世间的老辈，所以兄弟姊妹，你会通用这圣经中间耶稣讲的2项上重要的大诫命甲大使命，来整理出咱这标杆人生的5大目标。咱嘛知影，这个5大人生目标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甲目标，上时嘛是咱教会内面哦，咱教会整体发展的目标啊。咱教会要做一工，大概就这5项内容内底啊。所以咱嘛会当佫对遮来看见这个事啦吼，就是标杆人生的5大目标。第一，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敬拜人生；你着听主美是家己，叫做侍奉的人生；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叫做宣教的人生；甲因行说咧，叫这个团契人生，然后教是因手成长的人生，这5项。但兄弟姊妹，咱最后会当甲结连出来伫教会的侍奉内底啦吼。对大使命甲大诫命，咱是教会5大功能。这5大功能，第一功能就是真心听主，这叫做敬拜；第2大功能就是听主比起家己，这就是侍奉；第3就是咱伫招万百姓来做学生，这叫做宣教；第4甲因行说咧，这叫做团契；第5教是因手，叫做教育。咱兄弟姊妹拢会当伫这个中间，咱去找到一个方向甲目的。所以咱若要讲，我是一个真平衡的基督徒，我教会是真有平衡，就是这5项吼，拢足平均就对啦。有的教会敬拜真强，但是呢，迄个教育真弱，吼。有的是团契真强，但是礼拜无介强，所以伫5项拢有平均就对啦，5项拢有平均。感谢主，兄弟姊妹，我望咱基督徒本身经过这半冬的学习甲操练，你是将做一个各项拢平均发展的基督徒。咱免怎互伊有发展呢？就是有这4项的好习惯，吼，属灵的好习惯。咱有4项属灵好习惯，第一就是讲，你爱有小组也是团契，你甲你属灵的伙伴，就是讲你家己的这小组员，你有一个真好的讨论就对啦。你家己有分享，你毋知影讲我倒位漏够，我倒位无够，你有欠缺，甲人请教。咱今仔日会特别招这个前的这青少年的团契同工兄弟姊妹来，就是讲，咱经过120冬，甲人各人的成长甲发展，即摆咱有啥物新的看见无？我有啥物得到新的上帝互我稳定甲领受无？这就是经过彼此的讨论，会当有这个好的属灵的习惯。第2，是你家己吼有一个灵命定期的体检。我知影讲咱现在足注重身体检查对无？有时你爱家己检查出我家己属灵方面有啥物漏沟，有啥物欠缺。咱常常咧提醒讲，你有倒转去起初的疼无？吼，是就启示录内面虽然提醒讲，你已经袂记你起初的疼。我当初是信主吼，迄种的热情吼，介时毋知对倒去失去啊咧，讲你着爱去重新来啊。所以咱有时检查出家己属灵的部分，比如讲，我有照时咧读圣经灵修无？我有正常参加聚会无？我有祈祷的生活无？我有迄种甲这属灵的朋友沟通的这个继续观念无？你若有啥物所在失落，爱搁对倒位，搁重新来倒倒转来。然后，若会当记录你属灵的这个
即个记录就对啦。真侪人会写伊的属灵的日记，有真侪兄弟有好的习惯。我查经的时阵，我就写一本手册，写边仔我的记录，因为圣经内面真侪话，互你有一个感触甲灵感哦。啊，你若有迄个灵感，你若无记起来，看了过2天怎袂记起啊？啊，所以咧，你即个灵命的进程，你写起来。咱注意看，有真侪出名的基督徒，因写的日记吼，所变做后来真好的即个要出版就对啦。出版诚侪足好的册，像马丁路德伊写的吼，啊，亲像咱一个宣教书上出名的即个日记，就是马偕牧师吼，伊来台湾传福音哦，有写日记的习惯。哦，伊写的当时的遐故事哦。所以今日真侪足侪历史学家咧研究的对象，因为伊当时写用英文写，啊写，有时错吼，啊都爱有人去鉴定讲伊写一句啥的，啊所以伊甲当时原住民的生活嘛甲写落来哦。哇，即马足侪考古学家咧研究这民族的吼，哇对马偕得到足好的知识，啊伊安怎去访问遐个原住民的教会。伊去到倒位，伊行到倒位拢有写。啊，伊嘛写讲伊吼，迄阵到苗栗的所在要传福音，啊去住伫一间人的客店，啊，迄间客店实在是无啥像客店，内面吼，迄家早有一大堆，啊人去饲遐个精细哦，拢伫边啊，吼啊困甲规身躯上甲，啊伊嘛拢甲写起来咧。啊，伊即个故事煞诚做咱即摆要研究讲，伫清朝时代，台湾人的生活大概是啥物？啊，迄阵的店。哦，讲女社是即款的女社呢，啊，拢甲记录伫内底。啊，所以你有责任保存这记录，后代人来做见证，上帝安怎帮助你行向一个目标导向的人生。啊，所以真侪人通过这个日记，互伊的后辈也有真好的感动吼。然后兄弟姊妹，你将家己所学的来传互别人，小会传互别人，因为上帝互你有领受这祝福。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吼，有足侪温数的，啊，你会晓教导下一代啦。这也是咱今日邀请这前的青少年来做伙分享的原因，因为因慢慢嘛是加做教会重要的领袖，啊，因所学习的会当传予新的一代。最后，咱所要学习的是讲，咱所做的就是要为着要荣耀上帝。为着要上帝得到荣耀，毋是咱个人有甚物款家己的材料是要互主的运的听得到显现。上帝祝福伫咱正来中间。我望咱读过这个标杆人生了，诚侪你一个真好的一个蓝图就对了。好像我要安怎努力，啊，这5项目标拢藏伫你内底啊。